我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一件事情，这个我讲过，但是必须要再提醒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大家，因为这个公案很有意思的。知道念佛的可贵，有这么一个公案，我提供给大家听。这是在宁波有一个小市民叫做张斌呢，他是住在崔尚书的廊坊，他专门在织草鞋，他非常喜欢修行，常吃素的，一心的念佛。晚上他拿着布鞋剪下的草须念一串佛号，他就拿一个草须装在竹篮里面。每到除夕夜他就在地藏殿的火炉烧掉。那么这个做法已经经过几十年了。刚好有一天，崔尚书他的主人患发背身体欠安，精神不济，后来死掉了，到阴间地府阎罗王非常生气的看着他，说这个尚书平常所犯的罪业多崔尚书就说：“你能不能放我回阳间呢？我可以修持福报来赎掉我所有的罪业。希望阎罗王高抬贵手，帮助我完成这个愿望。”结果阎罗王就告诉他了：“你所积蓄的都是罪业的钱我们阴间地府是用不着的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你知道吗？”给你租房子的张斌，他反而在阴间非常有钱的，几个仓库在这里如果你能够跟他换1万块钱来，你就可以赎掉罪业。崔尚书就说了：“这样那请阎罗王你把我释放，让我回到阳间。这个事情我很容易办成的。”张斌他非常贫穷为什么能够在阴间地府有这么多钱呢？阎罗王就告诉他，一般人如果能斋戒、吃素，然后持戒、自心念佛一生，那么阴间地府就会注入一个金币。如果说你是善心的念佛一生，他也会给你一个钱是银币。因为张斌这个人呢，很自心的念佛。他用布鞋所剪断的草须来计数念佛，每天用功，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好几个仓库都是他的功德之粮。讲完了之后呢，阎罗王就放了崔尚书回到阳间。到阳间之后，他就赶快把张斌请来，告诉他：“张斌你在阴间地府既有好多的金钱，你能不能兑换1万块钱给我呢？”张斌就告诉他：“我没有我没有钱。”崔尚书就告诉他：“因为你补鞋用草须来计数念佛，烧在地藏殿的纸炉里面，这个就是你的钱阴间地府好几个仓库都是你的。”张斌就回答说：“如果真的有用的话，你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就可以了。”结果崔尚书就拿一个契约，用实际的银两1万跟他交换，然后呢，就请出家人把这一张契约焚烧回向。回向结束之后，崔尚书的病就慢慢的痊愈了。张斌就说了：“哇，年纪老迈不需要用这些钱财。”于是他就用这个银两造一座大桥，然后又建一个寺庙来接引众生。到现在，各位，这个是在宪国随录里面就有记载这一段内容，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念佛，而且持斋，一心的精进用功，各位，你在阴间地府有功德之粮，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不但诸佛菩萨赞叹念佛的人，连阴间地府也都是非常赞叹欣赏。佛一再的告诉我们众生，不管你用多少钱粮来供养佛陀，那不如能够劝导一个人专心的念一句佛号，功德比那个还大。所以由此我们可以说明念佛的殊胜，念佛的功德是圆满的，对于在世的人会带来很大的福德因缘。更重要的，我们一往生，那个资粮是齐全的，是饱满的，对你是利益很大的。我们今天借用这个机会来给大家报告。阿弥陀佛。